市去年伫丰原的葫芦墩公园举办有史以来第一届的白龙船比赛，想要到这办一年，今年市政府就无爱办咯。无非是针对前市长林佳龙，台中市运动局来澄清，讲因为去年无编预算，加上这条溪水道上底，硬体设施无够，考虑到安全，才会来停办。 小龙，请先靠旁边，大龙先转了。选手伫白龙船，有人是白甲冰船，规条两边仔溪流着滚滚。这是去年台中市历史上头一摆办白龙船的画面。因为今年的5日节，台中市无要办白龙船比赛啊。爱办啦！地方的活动，地方才会热闹，才会带来商机啊！你不办的话，就没有人来，就没有商机啊。 乡亲听到消息，拢感觉真可惜，因为去年人多嘛带动商机，啊，到底是那今年无要办，外界积极讲，敢讲又果是风凉必反。其实所有的政策都是延续的，并没有所谓的逢龙必反。运动局解释讲，是因为这个原因。 因为选手不适应，一开始都一直在翻船，一直在翻船，也引起了一些水上安全跟救生的一些困扰。在108年，因为没有相关的经费，所以说也都没有办。 实际到葫芦墩公园来看卖，两边仔溪正是轮转的停水期，所以讲无溪水。运动局讲，目前已经规划伫两边仔溪设浮动码头，等到硬体设备、安全措施拢做好了后，有可能伫今年底就会编列明年白龙船比赛预算，继续办这个活动。